話香港冇嘢玩嘅，只係因為你唔識玩啫。復活節假嘅最後一日啦，成個假期所有新聞同埋社交媒體都喺度話香港冇嘢玩，所以啲人全部出晒國。但係其實你有冇諗過，只係因為你唔識玩啫。第一個旺角羽毛球大廈，馳名中外，無論係日本仔、韓國仔、印巴佬、鬼佬定大陸佬，基本上個個都趨之若鶩嘅一個地方。皆因喺呢度食一餐泰國菜只係需要400蚊港紙，依家你飛去泰國玩都未必有呢個價，仲要未計你機票酒店。除咗泰國菜，仲有大陸各省嘅菜式任君選擇，唔少大陸佬都走落嚟食翻佢哋自己嘅家鄉菜。點解？因為一個字：公道、均真、安全，冇套路。第二個廟街夜繽紛，我諗好多人都聽過呢個地方㗎啦，政府亦都大力推薦呢個地方。你行喺嗰度嘅時候，你就會發覺其實嗰度係有各個省唔同嘅菜式嘅，而且價格特別平，基本上300港幣已經夠食飽你㗎啦。落到嚟之後仲可以篤串魚蛋，呢個價錢你就算去到其他省嘅城中村，亦都未必咁容易俾你揾到，而且仍然都係嗰句夠安全。所以真係唔好再同我講話香港冇嘢玩啊！你覺得香港冇嘢玩係因為你唔識玩嘅啫。